让你创作一段番外的话，你觉得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？哦天，干嘛呀在？笑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好好说话，人别给我这七了八愣的，给我整这些。什么叫做七愣八愣啊？虎不拉几的。虎是什么意思？虎就是帅呀，就夸你帅呀。那人家家够不够虎？人家家，我吐了，不要什么鬼？如果你们就是有机会合作一部现代剧的话，给对方设想一下他们的角色设定。啊，那我绝对是上帝视角，我也要演回上帝视角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演上帝视角？爽啊！谁是上帝视角？你啊，原来。我吗？芊芊在剧本里不是上帝视角吗？但我穿的是个炮灰的角色，我炮灰。炮灰，听炮灰。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对，炮灰。好，现在后背又开始冒汗了。冒汗了，自己给自己挖坑。